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金华城的弊案。即摆外界咧观察的是，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，是毋是已经转为污点证人？啊，讲沈庆京捌去澳门的搅场来跋筊，跋真大，是毋是有透过搅场来洗钱？检察官要看海来追查。另外，沈庆京的爱将朱阿虎，也就是威京集团旗下鼎越开发公司的前董事长。 已经承认讲，伊有提钱共乌西，嘛已经互收押禁见了。伫无啊下算药，前鼎越开发董事长朱阿虎是沈庆京的爱将，即个是拢总认罪承认乌西，北院认为有多蒙的疑虑，裁定羁押禁见。外界嘛关注沈庆京的角色，敢是转做污点证人？主席身体状况还好吗？ 大概提醒拢是坐轮椅，互法警塞伊入去北检。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身体状况敢若无啥好，甲顶个月到北检复审来相比。沈庆京当时行路是完全免人扶，不过互羁押了后2届介护就医，甚至是申请拒保停押。不过有网络媒体报道讲，有员警表示沈庆京其实毋免人扶就会当徛，身体状况到底是安怎？外界是看甲无啥啥。啊，那沈庆京涉案的程度甲牵涉的人到底是安怎？传出北检积极追查金流，甲目标锁定澳门交警。现在那个金刚带刀比美国那一次维加斯那个金刚带刀还要新，还要漂亮。澳门的交警大头家外号洗米花周卓华，跋筊的事业是做真大。外团沈庆京北去澳门跋筊，欠60亿的缴销。啊，那过去交警互人看作是中央消防，互人客欠跋筊钱，阁会当授权别人来领，正做洗钱的管道。所以2021年，互澳门的当局查到周卓华涉洗钱红掠，交警已经停业。检方若想要摕授权记录追查沈庆京的金流，就要看澳门政府的态度。长期的贷没有不知道。 第二是口子下就摆得下就没有事了，又不是摆不下。2014年，沈庆京炸100万的工作出境，刷无申报，超过2度，互人查扣。不过事后伊讲，家己长期拢是安尼诈钱，敢是透过海外洗钱来乌洗。案情提升到两方的斩结，检方的后一步就是跨海来追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